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有啲弟兄姊妹我第一次見嘅，即係非常好啊！即係我哋有新嘅朋友一齊加入喺我哋呢個敬拜嘅群體嘅當中。咁剛才敬拜隊同埋弟兄姊妹組成咗一個臨時嘅詩班，唱得非常之投入，亦都非常之感恩。我哋冇一個即係嗰啲好超大型嘅詩班，但係我哋嘅心去頌讚主。我見大家咧就啲歌詞男唱女唱咧就好自然咧，就已經入型入格咁咧投入咗喺個詩班嘅服侍嘅裏邊，讓上帝嘅恩言透過詩歌能夠咧喺大家嘅生命裏邊。喺一間我哋話一間蒙福嘅教會咧，有兩樣嘢唔少得嘅。一個係聖樂，詩歌能夠去滋潤同埋咧牧養眾弟兄姊妹，亦都讓尋道者咧好容易去接觸信仰嘅一個媒介。另外一個當然就係聖道，聖道係整個基督信仰嘅一個核心。喺新約聖經裏邊有一個好清喺新約聖經裏邊就當然好強調即係上帝嘅話語。不過去到1517年嘅時候，發生咗一個教會歷史上嘅宗教改革。喺宗教改革裏邊嘅改教嘅先言有好幾樣嘅提倡，其中一個提倡係非常之重要嘅，就係要返到去聖經嘅權威。呢個我哋睇為唯獨聖經，以聖經作為信仰嘅最高嘅權威，而唔係某一個人、某一個主張或者某一個組織。環教會其實都非常之注重聖經，例如一間喺香港駐紮咗非常之耐嘅教會，亦都非常之係健康嘅教會，唔同嘅主任牧師更替，但係冇影響到佢哋教會嗰種喺屬靈上嘅壯大。呢個係宣道會北角堂，由我細個識嘅滕近輝牧師一路發展到今日。呢間教會重視嘅唔係只係一兩個魅力型嘅領袖，係將成個群體帶到去上帝嘅話語嗰度。所以佢哋嘅宣言係話扎根聖經，生命純全。我自小返嘅教會就係我成長嘅母會，西利南明年我母會100週年啦嚇，我返咗52年，我都返咗一半。咁咧就佢有一個會訓嘅，叫言聖經所言，默聖經所默。呢啲文言文咧，我細個返嘅時候咧，啲大哥哥咧冇乜點教嘅，總之讀啦咁樣。咁咧細個嘅時候就明第一句嘅。言聖經所言，即係聖經講乜就講乜啦嚇。默聖經所默咧，因為自細都要默書啊，所以咧我以為返教會要默聖經啊，好驚啊最初。哇，咁多聖經點默啊咁樣。咁收尾啲大哥哥姐姐就話：富仔唔使驚，我哋嘅意思默咧係聖經冇講嗰啲，你唔好亂噏啊。聖經唔係一個即係通勝嚟㗎，唔係咧你喺裏邊揾乜都有答案嘅。聖經有佢啟示嗰個嘅主旋律嘅。聖經講乜嘢？聖經講救恩，聖經講上帝嘅創造，我哋就講嗰啲。聖經冇講嗰啲，你就唔好騎劫本聖經咧，就話聖經咁講，其實講緊你自己嘅嘢。咁所以咧就話默聖經所默。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呢段經文係整個詩篇嘅序言，亦都可以話係整個詩篇嘅主題。我哋先讀一次：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傲慢人的座位，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他的律法，這人便為有福。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按時候結果子，葉子也不枯乾。凡他所作的，盡都順利。喺整個經文嘅結構裏邊，有一個好突出搶我哋眼球嘅，特別對中國人嚟講咧，福禍，這人便為有福。喺我哋傳統裏邊，中國人好注重福，
所以喺我哋嘅成語裏邊有五福臨門，有冇人一口氣講晒嗰五福出嚟聽下先？大家都諗到啦，都係嗰啲嘢嚟㗎啦。例如咩呢？長壽啊、富貴啊呢啲啦，係咪？不過中國人係好務實，亦都好有智慧一個民族。長壽富貴當然好啦，康寧係指到唔止係身體性嘅，包括你嘅情緒、精神狀態。呢大半年香港差唔多每日都有自殺嘅新聞啊，無論咩年紀都好得人驚。人嘅心靈，仲有你自己搞掂啦，咁你就記得去幫下人喎。所以咧要好德，意思即係話中國傳統有啲叫咩叫愚儺啊？愚儺即係嗰啲商人咧，佢哋通常咧就樂善好施啊嘛。叫啲工人咧就煮啲粥，就俾嗰啲街坊咧嚟到攞，好似我哋今日去派飯咁樣，好德去幫人。然後最尾嗰個福咧，善終即係咩？冇錯啦，好死啊！你啊真係好死啊！咁意思即係話，我哋唔好咒人死啊，但係咧係人都知。林子祥都有句經典嘅歌叫做人終歸總要死一次啊嘛，所以大家都知我哋總會去死亡，但係死得舒服啲啊，唔該，死得唔使咁痛苦啊，善終係一種福氣嚟嘅，所以人有矛盾嘅。如果今晚你瞓覺，聽朝起唔到身瓜咗，咁其實你冇乜痛苦，不過我哋會好懷念咯，即係你牧師64歲就瓜啦咁樣。咁人有矛盾嘅，即係我哋又要盡量去爭取長壽，係咪？但係長壽得嚟好滿身即係病痛咧，我哋又覺得不如佢走咗冇咁痛苦啦，係咪？所以中國人嘅智慧都係好務實善終。不過喺聖經呢度講緊嘅這人變為有福，同剛才講嘅唔係嗰樣嘢，係乜嘢呢？佢用咗一個比喻嚟講嘅。佢話咧，佢好似一棵樹栽喺溪水旁，按時候結果子，葉子也不枯乾，凡他所作的盡都順利。頭三句我哋都明嘅，因為咧講我哋點樣有福咧，我哋就好似咧喺一個溪水旁源源不絕有生命力，咁咧我哋咧就好似結出好長青嘅葉子，永遠都唔會枯乾。呢個比喻講到我哋嘅生命係不斷有力量，咁梗係好啦，係咪？然後有一句唔係好明嘅，就係凡他所做嘅盡都順利。乜信耶穌路路亨通嘅咩？會升官發財嘅咩？必定家肥屋潤嘅咩？原來呢度所講嘅盡都順利，並不是我哋中國人求神問卜嗰種，即係黃大仙點解要爭頭炷香，就係希望跟住嗰年順順利利啊嘛。原來喺聖經講凡他所做嘅盡都順利嘅意思，喺呢篇詩嘅結束講咗啦。佢話因此當審判嘅時候，惡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義人嘅會眾中也是如此。因為耶和華知道義人嘅道路，惡人嘅道路卻必滅亡。呢一個嘅順利係講人能夠按照上帝嘅旨意、上帝嘅心意嚟到去過活。呢個係聖經講嘅智慧。知道呢個字可以咁樣翻譯，佢話因為耶和華看顧義人嘅道路，即係你行喺上帝嘅心意中，你就順利啦，你就瞓得安樂啦，你就遇到逆境嘅時候唔需要慣低啦，你就知道耶和華係你嘅牧者啦。呢一種從心裏邊而嚟嘅，我哋叫做穩妥，係聖經講嘅順利。喺呢個經文裏邊一開始講咗一個我哋話消極嘅唔好做嘅一個咁樣嘅消極嘅三不：不從惡人嘅計謀，不站罪人嘅道路，不坐傲慢人嘅座位。你睇我用嘅顏色，你就知道有一個漸進嘅平衡句。
呢個漸進嘅平衡句就即係話衰啲，再衰啲，再衰啲咁解。即係我哋學英文咧，咪有good 啊、咩 better 啊嗰啲咁樣一層層上噶嘛。其實詩人一開始就係話，我哋如果要蒙福咩，要行喺上帝嘅心意咧，先要小心，唔好做呢啲嘢。呢一個不從惡人嘅計謀，大概嘅意思就係話，你見到人哋咁樣做，你就開始諗咁筍，咁都得，我都得㗎喎。跟住不站罪人嘅道路，你見唔止諗啦，你直情跟佢做啦，參與啦，你直頭咧唔係淨係睇啦，建立起心啦。第三，不坐傲慢人嘅座位，真係講到你唔止自己做啊，仲叫埋阿陳醫生啊、領師嘅姊妹一齊嚟啊，好筍啊，冇人知㗎，做咗就發達㗎啦。你睇香港好多嘅 ICAC 嘅例子咧，即係嗰啲拘捕同埋判案嘅例子咧，你都發現咧，嗰啲即係鋌而走險、以權謀私嘅人，並唔一定係販夫走卒，唔一定係嗰啲窮光蛋，佢要鋌而走險㗎。上個禮拜有一宗新聞，就係我嘅行家啦，即係我以前做小學校長，有個小學校長嘅行家喺尖沙咀某一間學校做校長，風華正茂，50歲出頭，人工都唔係好低嘅咋，年薪都過百萬嘅做校長。不過最後係判咗坐，判得好重啊，坐15年啊。判乜嘢呢？就係佢將學校啲試卷賣俾一間旁邊嘅補習社，而個補習社佢自己都係股東，然後佢同嗰個補習社嘅另外一個 partner 係有啲曖昧嘅男女關係，於是整個事件就被投訴 ICAC 落案調查，最後係判咗案。而呢件事喺即係我哋教育界嚟講有好大嘅震撼嚟嘅，即係通常香港就係高薪養廉啊嘛，即係話你人工高就冇係睺嗰啲啦咁樣啊，其實人人都想貪啊，不過即係你嗰份咁高，你貪咗一回事，中招你就乜都冇。依家呢位朋友就係身敗名裂啦，佢本來諗住用佢嘅權力可以遮掩一切嚟攞到佢嘅利益，最後佢因為做咗惡人、做咗罪人、做咗傲慢人，佢就入獄啦。弟兄姊妹，積極嚟講，我哋唔做呢啲嘢，咁點樣能夠幫助我哋行喺上帝嘅心意呢？詩人就話喜愛耶和華嘅律法啦。咁我今日就同大家講下喜愛有好多個角度喎。第一，喜唔喜愛聽先？咁啊頭先一嚟咧，有位弟兄咧就話：牧師好耐冇見啦，睇嚟佢中意聽我講道啦。如果唔係咧，佢應該話：哇，呢個人又嚟咁。其實正常嘅，大家即係有成半個小時會聽一個人喺度講嘢。其實嗰人講得你啱唔啱聽，或者講得你明唔明白，嗰個人講得有冇即係令你唔係催眠？其實你係有反應嘅。我哋自己坐低做你嘅角色，我哋對住講員係有期望嘅，啱嘅呢個。我哋對上帝嘅話語係咪喜歡聽呢？喺香港有一個歷史悠久嘅培靈研經大會，喺明年呢就進入第98屆啦。今年係97屆，我唔知過去咁多屆，你有冇曾經試過咧去九龍城浸信會又好，依家係可以直播嘅，喺唔同嘅轉播點，甚至就喺你屋企攞部手機出嚟咧，依家我哋都聽到唔同嘅牧長同埋咧佢哋非常之有經驗嘅去分解聖經，同埋將聖經同我哋嘅生活做一個對話，嚟到去陪我哋嘅靈啊嘛。所以明年呢幾位講員都定咗啦，已經喺官網咧已經出咗早堂、午堂、晚堂嘅講員，係想弟兄姊妹喺每一年嘅8月1號到10號預留時間，喺唔同嘅時空咧，我哋都可以聽上帝嘅話。我記得我啱啱中學嘅時候，我母會其實就好近九龍城浸信會嘅，我嗰時就冇直播等等噶嘛。啲介哥哥咧就會夾我哋咧，試下去聽呢啲大型嘅聚會，哇！我哋好驚佢聽到，咁啊通常都瞌眼瞓啊嘛。
咁咧嗰陣時咧，你知8月咧就係好熱嘅。我哋因為要入到去霸到位坐咧，5點就喺門口排隊噶啦。其實7點幾先聚會啊嘛。咁但係咧，我哋排晒隊嚇，因為為咗要去聽道，聽一啲即係有講道恩賜嘅牧長嚟到去分解上帝嘅話。不過弟兄姊妹，聽唔一定從㗎。呢個在座邊位係做父母或者做4大長老嘅舉手？做父母或者4大長老嘅，你一定講好多嘢俾你嘅兒孫聽㗎。咁係咪？我哋中國人有句説話叫做左耳入，右耳出。左耳入都唔使出右耳啊，連左耳都彈翻出去啦已經。我哋細個嘅時候，父母講嘢，我哋就唯唯諾諾啦，唔啱聽都唔敢駁嘴。依家啲細佬唔啱聽，秒你又得啦，即刻嘭門又得啦，行咗去又得啦。聽唔一定從，我哋聽好多上帝好好嘅道，亦都有好多有恩賜嘅牧長分解上帝嘅話，講到你岌晒頭。不過你一行出門口之後，嗰啲嘢就留翻喺個教會裏邊，同你嘅生命結唔上嘅關係。所以真正嘅聽而唔從嘅話，聽而不從唔係真正嘅喜愛聽，你只係中意俾人用好好聽嘅演講嘅技巧按摩下你嘅神經啫。按摩完你嘅聆聽嘅神經，你行翻出去之後，你覺得嗰啲嘢係行唔通嘅，你覺得嗰啲嘢係理想嚟嘅啫。例如你讀到今日牧者，如果今日同你講耶穌話要愛人，好啊，耶穌愛人，耶穌愛人愛到咩級數㗎？要我哋死 ？No， 唔止死啊！佢要我哋都有一段條路啱嘅，因為老約翰都話為弟兄死嗰啲即係好有愛心。不過耶穌喺福音書裏邊咧，佢話你饒恕人嘅時候，佢講咗一個咁樣嘅比喻。佢話如果你愛淨係你中意嗰啲人咧，其實有咩咁巴閉啫？你要愛到咁先得嘅，要愛你嘅仇敵。你有冇諗過呢樣嘢講嘅咋係嘛？你有冇講過？你有冇諗過呢樣嘢係行唔通㗎？你有冇講過耶穌講呢個係一個理想嚟嘅咋？你有冇諗過呢樣嘢喺我行出呢間教會，我對住我聽日翻工嗰個線我嗰個啦，喺公司裏邊咧糟質我嗰個，我仲要愛佢，佢喺呢邊入我嗰邊走啦。真正要喜愛聽，係必須要有行動，唔啱聽都要聽，先係真正嘅順服。如果今日牧師傳講你聽日今晚翻去多啲錫你嘅孫啦，冇乜難度啊！呢個錫下我孫，我陣間就去見我2個孫啦，午餐嘅時候。但係如果今日牧師話你今日嘗試離開之後，喺你家族裏邊一個最難頂嘅人，你主動去同佢講一個好話，呢個你接受呢個挑戰先係真正嘅聽。可唔可以背啊？背下聖經先，一齊背約翰福音3章16節開始。神愛世人。嗱，我永遠咧都唔會難為你嘅，呢一句應該你背到90%，因為呢個差唔多係每一個基督徒喺信仰嘅起點一定會學嘅一節經文。喺佈道會牧者好多時候會用呢節經文，喺初信栽培嘅時候一定會講呢節經文，因為呢節經文係最濃縮將上帝去對人嘅拯救大行動咧，用一節經文咧包含咗。所以講得再勁啲，呢個係我哋學神學裏邊系統神學裏邊嘅救恩論嘅一個好重要嘅核心嘅經文。提摩太後書3章16節，頭先我哋讀啟應經文讀過噶啦，但我相信呢節會考起咗一半以上嘅弟兄姊妹有啲難度，我俾少少提示你，聖經都是
我都話有一半㗎啦，好好啊！我去過一間教會，啞晒咁。嗱，呢一節又係3章16節，嗱，呢個冇特別意義嘅，只不過咁啱嘅啫。當我哋信咗主，領受咗上帝嘅恩典，蒙拯救，其實唔係完咗㗎。其實我哋要按照上帝嘅道、上帝嘅話嚟到活出我哋呢個新嘅生命，就好似一個屬靈嘅就好似一個 BB 出世，佢係咪人嚟㗎？我兩個孫出世，我就好記得係個人嚟㗎咯。不過乜都唔識㗎嘛，淨係識得掠嘅啫嘛，賴濕就喊啊嘛，想人抱就喊啊嘛，有陣時最慘係唔知喊乜啊嘛。搞極都仲喺度喊啊嘛，但我哋會好接受，因為佢係 B 咯。如果我依家大女孫4歲幾，佢仲係亂咁喊呢，我諗我哋會暈咗啦，要揾醫生睇睇啦。個原因佢未成長係嘛？基督徒嘅屬靈生命一樣，無論你咩年紀信主，你都係一個屬靈嘅嬰孩。呢個嬰孩有上帝嘅話語去餵養，讓我哋成長噶嘛。所以保羅對提摩太講得好清楚㗎，聖經係神所默示，呢個講上帝嘅話語，聖經嘅權威，然後講佢嘅功能，教訓、督責、使人歸正，讓我哋學義。基督徒係能夠活出上帝嘅形象，就係按照上帝嘅心意而行。我哋偏差咗，啱啱今日牧師嗰堂道就扭正翻你嘅觀念。不過當然啦，扭正你要跟住做先得。你嘅成長經歷一定經過，作為基督徒唔會一下子咧就突飛猛進嘅。其實好多時候你都係一個掙扎嘅過程。真係要愛仇敵？聖經係咁講，又唔敢自己打折啦，將聖經打折。真係要做嘅，不過真係好難做。於是你聽日翻工就嘗試，佢喺呢邊行，我唔特登喺呢邊行啦。詐假意同佢碰面，睇佢點先。跟住呢，就係佢唔出聲，我出聲先。早晨，佢唔睬我，聽日撞到，繼續早晨。嗌咗1個禮拜早晨，佢有啲反應咯喎，佢點一點頭咯喎。跟住嚟第2個禮拜。佢回應講早晨喎，你有一個咁嘅掙扎嘅經歷，你先會體會到原來主動去求和，主動去同人哋求善，主動去同你嘅敵人寬恕，係贏取到對方嘅心。你經歷到聖經嗰個話語嘅真實係嘛？所以呢個係有一個過程，就好似小朋友學字啦。你同佢講 ABC， 佢都唔會一下子學到㗎，係嘛？佢有陣時寫啱，有陣時寫錯，慢慢佢就成長啦。所以背係好重要。咁我考下你啦，你背唔背到呢段經文啦？哇，唔係牧師玩嘢啊？點背啊？你睇下你啲字都咁細粒啦。嗱，呢段經文咧，以弗所書3章14至14係一段非常之優美嘅詩歌嚟㗎。其實裏邊有好多嘅主題啦。喺牧者講道啦、佈道會啦、培靈會咧都會用嘅。喺裏邊大家一定讀過㗎啦。使你同眾聖徒明白基督嘅道理係何等長闊高深啊！又講到神嘅愛係過於人所能測度。其實呢段經文係保羅講緊一間榮耀嘅教會，一個榮耀嘅信徒群體，上帝喺當中裏邊嗰種嘅力量。呢段經文有一次安息禮拜，係我母會嘅安息禮拜，有一位年長嘅姊妹安息啦。咁喺安息禮拜通常都有啲叫述史㗎嘛，即係講下生平。嗰次佢嘅家人呢，好奇怪，出嚟就講我哋述史，我哋講我哋嘅媽媽或者佢哋嘅嫲嫲之前，大家一齊聽一段佢朗誦嘅聖經啦，咁大家呆晒，好少係即係安息禮拜有啲咁嘅環節。於是播咗呢位老人家錄嘅呢一段聖經出嚟。呢位老人家讀得非常之有節奏感，滿口都係鄉下話。於是弟兄姊妹完咗之後，就不其然去問佢嘅家人，即係佢嘅後人。佢嘅後人亦都即係同我哋咁上下年紀嘅。
喂，月兒姊妹，點解你阿媽咁犀利嘅？係啊，原來佢媽媽係一個目不識丁嘅香港好典型，即係捱世界捱大啲仔女嘅嗰啲嘅一位女士。佢囡囡信主之後，常常都想請佢返教會，但係當時嘅人好容易都會一句回應啦：我要揾食。咁咧，等我退休我就跟你去教會。咁呢位長輩咧就真係信守承諾，佢退休咧就跟佢囡囡就返咗我母會啦。返母會之後真係通常長係咁嘅喎，年長嘅弟兄姊妹返教會咧，返開係好勤咁返嘅喎，而且崇拜坐開嗰個位就坐嗰個位嘅咯喎。佢哋有一種咁樣嘅習慣。慢慢咧，呢位老人家咧就分配咗一個獨居嘅公屋。咁嗰啲後輩咧去屋企即係探望媽媽嘅時候咧，就發覺媽媽要佢哋好似你依家咁啊，我係嗰個長者，全部坐喺前邊做咩咧？聽我背聖經。咁呢個老人家咧就捉住晒啲兒孫坐晒喺前邊咧，每次就背呢段聖經。咁呢位姊妹就嗰期啊問媽媽：點解你咁中意背呢段聖經啊？佢話：我返教會之後讀咗聖經之後，我覺得呢段好好，我就背咗佢。嗱，記住，佢係目不識丁嘅一個女士，做粗活養大啲兒女，但佢竟然咧將呢段聖經背晒，而且係要求佢啲兒孫要聽佢背。佢啲兒孫因為聽得多，佢啲兒孫全部都識背，所以喺佢家族裏邊一個即係佢過身。所謂術士都唔使講生平，就播佢生前錄嘅呢段聖經。弟兄姊妹，聖經係能夠幫助我哋嘅生命裏邊嘅養分。如果你屬靈生命嘅養分係足夠，你遇到咩情況喺你聖靈係會感動你，想起一啲上帝嘅話語，成為你嘅力量同埋指標去面對嗰啲問題。我做校長嘅初期，當然都一樣會面對引誘嘅。出版社會請我食飯嘅，其實你知心知肚明，背後係希望我用佢嘅書嘛。如果我因為貪嗰啲嘅嗰啲叫利益，而我用一啲手段去令到我嘅同事要用佢嘅書，其實呢個我就構成咗一個利益衝突。乜嘢嘅説話令到我抗拒唔再食呢啲飯呢？好簡單嘅啫，大家都識嘅。十誡裏邊有一條好清楚，不可貪心，係咪好清楚啊？我自細識嘅，就喺面對呢啲嘅挑戰嘅時候，不可貪心，就喺你嘅腦裏邊，聖靈就提醒你：喂，李富成，你小心喎！你食多幾餐要還嘅喎，冇免費午餐嘅喎。弟兄姊妹，除咗聽背，梗係要學啦。正如頭先我講個 BB 出世，佢咩都唔識，我哋就接受。但係到我依家個大孫要返學啦，佢返嚟就會講佢返學學咗啲乜嘢嘅咯喎。最低限度要學識去廁所咯，佢要學識。唔係淨係食自己中意食嘅嘢啦，因為讀全日制嘅。依家返學乜都要食。第一個禮拜佢想死咁啊，因為咧食唔到佢自己想食嘅嘢，佢唔食啊！一放學咧就攬住阿爺就即刻食翻佢要食嘅嘢。依家翻代咗啦，學校食乜佢就食乜啦，因為呢個係集體即係一個行為，幫佢去適應。佢知個世界唔係圍住佢轉嘅，係佢要圍住個世界轉啊嘛，要學噶嘛。呢一幅相係講主日學，主日學呢一種嘅基督教教育嘅系統，可以話係過去200年一個最偉大、最有影響力嘅基督教教育嘅系統，即係教聖經嘅系統。呢一個嘅主日學嘅運動係1780年，記住唔係由一個牧師提出嘅，係喺英國當時因為工業革命，好多小朋友要做童工，然後禮拜日就喺街頭流離浪蕩。於是呢個係記者嘅信徒，佢好有社會觸覺。於是佢見到咁多小朋友流離浪蕩，佢就請教會不如打開門，歡迎呢啲街童入嚟教會，教佢哋禮貌，教佢哋衞生，教佢哋識字，當然包括教 Bible 啦，
教佢哋聖經。於是呢一個從一個服侍開始，見到有需要打開門接待小朋友嘅呢件事，由於佢係記者，3年之後佢喺自己嘅雜誌發表咗呢件事件嘅來龍去脈，平地一聲雷，整個英國幾何級數咁啲教會就增長辦主日學，幾十萬個主日學老師。跟住呢個基督教嘅運動傳咗喺歐美，19世紀、20世紀，隨住歐美嘅宣教士來華，所以喺我哋上一兩輩，我哋應該都係返主日學成長嘅人。我諗陳醫生一定係啦，我都係啦。我第一個返老母會嘅聚會就係兒童主日學。弟兄姊妹，學上帝嘅話非常之嘅重要。嚟到今日，當然學習聖經唔一定係傳統嗰種嘅主日學，有啲教會仍然堅持嘅，我欣賞，我鼓勵。但係亦都有好多教會、好多機構會用不同嘅形式嚟到去幫助弟兄姊妹學習聖經。而事實上，唔同嘅社會背景都真係唔同嘅。70年前、50年前，我啱啱返教會50年前，整個社會啲人都好得閒嘅，包括細路都好得閒嘅，冇咁多嘢玩啊。所以教會提供聚會，喺個時間上有大哥哥姐姐講故事，跟住梗係有嘢食啊咁啦，係容易去處理嘅。依家大家忙碌到一個地步，實體嘅時間好寶貴，所以學聖經嘅媒介、途徑、形式都唔同。我哋對比翻一般嘅教育，你僆仔讀書嘅時候一定要翻去課室坐定定聽老師講，係咪？依家嘅學習方式已經去到翻轉課室啦，係啲細路喺網上攞晒料之後，然後翻去同老師討論。疫情嘅時候，學校有冇停擺啊？實體學校有停擺，但係網上學習冇停頓。所以喺今時今日，學聖經實體學習嘅又好，網上學習嘅又好，喺堂會嘅又好，喺機構嘅、喺神學院嘅都好，喺香港呢一個基督教咁自由嘅地方，絕對係一個有福嘅地方。仲有近年仲有一個叫 Bible Study Fellowship 係非常之受歡迎，佢哋就係聚集一齊嚟到查聖經。我講咁樣嘅意思係乜嘢？唔會有人因為我冇途徑學聖經而學唔到，就等於我哋細個嘅時候，我嘅爸爸媽媽係冇機會讀書，係冇機會啊！所以到我讀書嘅時候，政府啱啱有免費教育，我媽就好開心啦，因為唔使錢讀書，就喺彩虹村。我大哥就讀基華，我就讀靜山，我二哥就讀日修，都唔知點解我媽分3個小朋友3間學校。今日啲家長就想死啊，因為接唔到啊嘛。但係我嗰陣時冇㗎，根本自己返學自己放學㗎嘛，是但啦，邊間收就讀邊間啦，係咪？弟兄姊妹，我哋唔會有信徒佢想學聖經而冇渠道。當然，主日學唔一定再係主日學。佢可以，我更加大膽，根本主日學唔一定喺新地，可以係每週咁學。喺每週裏邊，鼓勵弟兄姊妹每個星期揾一個 section， 揾一節時間出嚟，係有系統咁去研習聖經，可以去上堂，可以網上學，可以係你小組查經，可以你團契嘅聚會都得。我呢度想講嘅唔係你每天嗰啲3分鐘靈修代替。嗰啲係一節經文講個故事，嗰啲唔係我講緊嗰啲，係你對聖經要有系統嘅學習，避免你成為文盲。嚇，冇文盲喎，一邊有做文盲嘅？有嘅，有聖經文盲嘅。喺過去嘅日子，我喺教會咁多年，我會留意到有一啲弟兄姊妹，佢返教會嘅日子都講緊10年、20年，但係佢仍然停留喺信仰嘅初階。都係識背約翰福音3章16節嘅啫，再深入一啲嘅佢掌握唔到。佢雖然返教會嘅日子長，
但係佢個靈命對聖經嘅認識仍然非常之皮毛。呢兩個唔成正比。弟兄姊妹，咁樣嘅係鼓勵我哋唔愛聖經文嘛？如果話呢度係一個極權嘅統治，我哋揾本聖經都揾唔到，網上都播晒，唔靠陳長老攞把口講咧，我哋乜都聽唔到嘅，咁可能我哋喺客觀上好困難。但係今時今日喺香港，聖經都唔使買啦，喺網上已經咩版本嘅聖經你都揾到。咁所以唔係能不能嘅問題，係願不願嘅問題。咁你話有人學有人教先得㗎？邊個教啊？未講邊個教之前，我哋先睇下上帝對教佢嘅話語嘅吩咐係點。我哋一齊讀呢段經文開始。以色列啊，你要聽，耶和華我們神是獨一的主。你要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嘅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都要記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訓你的兒女。無論你坐在家裏，行在路上，躺下起來，都要談論，也要繫在手上為記號，戴在額上為經文，又要寫在你房屋的門框上，並你的城門上。申命記第6章係上帝對佢百姓發出咗一個吩咐，要佢哋去教佢哋嘅下一代。係點教啊？用今日說話講，一個全方位嘅學習。呢度所講嘅唔需要我哋字義上咁樣跟隨，即係我哋陣間整條帶綁喺個額頭啊，就叫神是愛啊，咁行出去周圍行。亦都唔需要喺教會門口整個對聯啊。當然你可以咁做。個重點係講緊要我哋嘅兒女，呢個兒女當然喺當時呢度係講佢哋血緣嘅兒女。用今日説話講，我哋可能我哋嘅後輩，我哋初信者，佢哋要去被教導先至能夠明白上帝嘅心意。而呢個教導係一個全方位嘅學習，其實對父母嚟講係非常之大嘅挑戰。點解？最難學嘅就係透明。嗱，如果我係老師，你係學生，我講到幾好都好，跟住學完之後我哋就分開㗎啦。你係睇我唔到，我睇你唔到。但係父母係點㗎？同兒女係同食、同住、同生活㗎嘛。如果當個父母話我哋要愛神咁，但係佢照個頭咧就拜緊其他偶像，咁佢講嘅嘢就破壞㗎咯喎，就瓦解㗎咯喎。其實呢個係講緊一個點樣嘅教育啊？知識、生命係全方位言教、身教。嚟到新約聖經，耶穌俾我哋嘅大使命，我哋一齊讀一次。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導他們遵守。看啊，我天天與你們同在，直到世代的終結。呢個大使命就係請我哋去使未信嘅人成為主嘅門徒，即係使未信嘅歸信。所以我哋要傳福音，呢個必然係第一步，甚至帶領佢受洗，不過未完。如果我哋淨係帶咗佢信主，教會嘅年報話多咗幾多個人信主嘅數字，洗禮有幾多個人，但係呢班嘅新抱啊，新嘅屬靈嬰孩，我哋唔再將耶穌吩咐我哋嘅教訓佢哋遵守呢，呢班將會成為屬靈棄嬰啊！大家你諗下，同你一齊信主，一齊好熱心，點解走走下有啲人唔見咗呢？固然有佢自己嘅問題，但係亦都係由於佢哋冇好嘅屬靈嘅餵養，所以我哋需要教。但係大家就諗啦，哇！今時今日教聖經好難㗎喎，係唔容易。我介紹我頭先話我1972年開始踏足我母會，我第一個返嘅聚會就係兒童主日學。呢個姐姐睇個樣，我老過佢，實際佢老過我最少10年。
呢個係我2014年喺播道畢業嘅時候，我當然邀請我嘅第一個主學老師就係呢位姐姐，佢叫李少霞。佢好開心出席我嘅畢業禮，因為佢發夢都估唔到幾廿年前呢個上堂搞搞震嘅小朋友，依家神學畢業將要做一個傳道人，佢好開心。我亦都好開心，因為我喺幾廿年前遇到佢，佢成為我聖經嘅啟蒙老師。我喺小五返教會讀嗰班叫高小二，究竟佢教咗我乜？我諗大家都相信我唔會記得㗎啦。但係佢教聖經，俾我明白聖經嘅重要性，嗰種啟蒙嘅力量，我係好感謝佢。咁啊，呢一個咧，亦都係我畢業會請佢嚟嘅一位大哥哥。咁當然呢個就一定睇落去佢老過我啦。佢大我15年度啦，係我母會嘅一個大哥哥。當時我係小五讀主日學，讀到大概21歲到啦，即係10歲讀到21歲，即係讀咗10幾年主日學，11、12年到。佢係我最後一個主日學老師，跟住我就做咗主日學老師啦。呢班青年人都係當時跟我上主日學嘅。我一教亦都教咗超過20年主日學。嗱，其實當我教咗呢20年主日學，無疑教學相長。嗱，教呢個紅色當然已經大個仔啦，依家係我母會嘅執事會主席。我教嗰20年主日學，辛唔辛苦呢？好辛苦。點解呢？因為主日學係每個禮拜都要教。每個禮拜都要備課，病你都要備課，除非病到起唔到身先至請假嘅啫。就同其他嘅侍奉係真係有啲分別嘅，因為其他侍奉冇咁埋身嘅，呢啲真係埋身肉搏嘅。而且我哋教主日學唔係淨係教完知識行嘅，呢班僆仔仲要陪飲陪食㗎，成日要搞課外活動㗎。如果唔係佢哋上堂都冇乜面俾嘅，即係要建立關係。所以呢班弟兄姊妹咧，到今日呢度都有一半以上係執事嚟㗎啦。佢哋同我嘅關係就 keep 到依家。當我係大哥哥，我同我中間嗰位咧，嗰位大哥哥咧，佢今日都係我嘅大哥哥，佢接近80啦。但係我喺呢10幾年嘅即係全職侍奉裏邊，我都需要有支持系統㗎嘛。佢就係我嘅屬靈遮蓋嚟㗎啦。我有乜嘢搞唔掂、閉翳、諗唔通、氣頂，我就揾佢。佢有陣時喺香港，有陣時喺加拿大，因為依家太方便啦。我哋都可以宇哥，我想今日有啲難搞嘅嘢，你瞓醒我就 call 你得唔得？即係我哋啲時間調轉啊嘛。我通常同佢通電話11點，我香港11點，佢仍然都係我嘅老師。弟兄姊妹，你願唔願意？上帝都使用你參與教導。你話呢，依家教聖經真係好難，係。不過我亦都見到有好多弟兄姊妹有機會呢，係上帝俾你出去外邊嘅學院、外邊嘅機構學嘅。我就鼓勵弟兄姊妹唔好淨係補身。嗱，你學咗一定你屬靈生命補身啦，即係你有得益啦。如果你出邊有機會學，你記住，你將你學嘅帶翻嚟堂會。揾機會喺團契、喺小組開一啲班，將你學嘅傳授。你講多2次，你會叻啲嘅自己。點樣肯定你學識呢？就係你識得講俾人聽。你喺李思敬牧師，即係你當喺中神退休院長，哇！佢舊約專家，你去跟佢學摩西5經，你喺佢身上學到7成，你翻嚟講到5成，你啲弟兄姊妹都得益啊！唔好淨係自己補身，翻嚟造就你嘅弟兄姊妹。哇！牧師講到呢度應該完啦，你係啊，聽啊嘛，背啊嘛，學啊嘛，教啊嘛，哇！乜都講晒啦，未啊？俾你估下，仲有一樣咩未講？真係叻仔啦！有晒前面嗰4樣都唔得嘅，必須要實行。剛才我哋讀嘅詩篇第1篇第2節，佢話惟喜愛耶和華律法，晝夜思想佢嘅律法，這人便為有福。咩意思呢？
係咪我哋今朝崇拜完咗，晏晝又翻去打一本聖經，又讀一輪？今晚食完飯又讀一輪，臨瞓讀一輪，半夜起身去廁所都唔好瞓住，再讀一輪，咁樣叫做晝夜思想呢？其實晝夜思想嘅意思係講人經常俾上帝嘅話語所充滿，佢就由衷而發喜愛行。喺我哋教育界曾經有一段時間就係要幫啲本地嘅英文老師調佢去一啲純英語嘅環境浸2個月，嗰啲叫沉浸嘅培訓。即係就算佢長大係一個即係講廣東話，但係英文就算好好，受咗師資訓練，但係佢始終唔係外國人口音嘅，所以咧就調佢去紐西蘭啊、澳洲啊、加拿大啊、英國，喺暑假嘅時候咧就俾啲叫沉浸課程佢。佢沉浸完翻嚟咧，好明顯咧係有唔同嘅，因為佢成個生活都浸咗喺英語世界啊嘛。咁我哋就諗啦，你有冇試過搭地鐵咧？地鐵梗係唔可以吸煙㗎啦，但係啱啱坐正隔離嗰位朋友咧，佢唔使吸煙嘅，但係佢係咁用煙弓嚟㗎。知點解啊？因為佢吸到好勁咧，佢全身都係煙味。佢冇吸煙啊，喺車廂上但係佢全身散發緊煙味。你一坐喺隔離，我試過坐喺隔離一位朋友隔離，我真係想起身，但係覺得好冇禮貌。我頂咗幾個字，因為好怕煙味。但係佢自己唔覺㗎喎，原來呢啲就係沉浸咯，因為佢沉浸咗喺個煙嘅世界裏邊，所以佢散發嘅都係煙味。我試過喺北京上一啲校長培訓10日咋，因為全日都用普通話。我發覺我思維用咗普通話，我翻落嚟同人講嘢，第一開口就用普通話。唔係調整翻先廣東話世界，呢個叫做沉浸。呢個叫做晝夜思想上帝嘅律法，從上帝嘅律法去回應呢個現實嘅世界，用上帝嘅律法嚟到去做你人生嘅抉擇。喜愛行，剛才讀嘅第3章16節，仲有第17節，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然後第17節話，叫屬神嘅人得以完全，即係成熟，預備行各樣的善事。咦？保羅講喎，保羅唔係講因信稱義嘅啫咩？點解保羅講要講行善嘅？好似講緊行為咁嘅。保羅從來都講行為，不過我哋從信心入門得救之後，我哋按照上帝嘅話語嚟過我哋嘅生活，所以我哋係能夠結出善果。點樣能夠結出善果啊？就用上帝嘅話街住我哋，引導我哋。我哋一齊讀以弗所書4章20至24節開始。如果你們聽過他的道，領了他的教，學了他的真理，就要脫去你們從前行為上的舊人。這舊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漸漸變壞的，又要將你們的心智改換一新，並且穿上新人。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的，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所以聽背學教好啊，不過一路聽一路行，一路背一路行，一路學一路行，一路教一路行。整個學習嘅過程冇實踐嘅部分，我哋就成咗鳴嘅鑼，響嘅鈸。我哋好識用聖經去達人㗎，但係我哋唔識用聖經嚟到規範我哋自己。我哋聖經係需要實踐嘅。我喺一個宣教雜誌睇到一個故事，好感動嘅，就講到喺歐洲好多嗰啲嘅小餐館嘅東主，即係華人去打工開小餐館，佢哋有2本帳簿嘅，一本叫台面嘅，即係報稅嗰啲啊，一本咧就台底嘅，就真實嘅收入。因為佢哋並手抵足，兩公婆捱世界，梗係唔想納咁多稅啦。所以佢做2盤數，一盤係俾政府納稅嘅，差唔多講到冇盈利咁，咪唔使納咯。但係實際袋咗好多落自己即係床下底啊，即係周圍嘅地方。呢個係不成文嘅文化，
所有成條街嘅即係華人餐館，大家都係咁樣捱世界，邊有人咁蠢將真正嘅利潤報俾政府？冇人咁樣做。咁後來有一啲叫餐福嘅報導，去帶領傳福音。有一個餐廳嘅東主信咗主，信咗主之後佢讀聖經啦，好衰唔衰讀到呢節喎，咁就慘啦！一齊讀一次：不義之財毫無益處，唯有公義能救人脫離死亡。呢個東主就拗下頭之後，佢話：我信咗耶穌，要跟聖經而行。聖經話不義之財毫無益處，我兩盤數梗係不義之財啦，因為欺詐同埋不誠實。於是佢按照聖經嘅教導，佢將兩盤數變翻做一盤數。當佢變翻一盤數，佢真實地呈現佢嗰個收支嘅時候，佢下一次嘅納稅咧就高咗啦，即係俾政府攞多啲啦，好似正常啦，係咪？咁但係政府都蠢唔晒喎。點解呢條街係唯獨是呢間華人餐館報嘅盈利咁高嘅咧？其他嗰啲就話自己冇乜收入嘅咧，懷疑啦。咁於是就派人就去落去睇啦。於是呢條街嘅其他華人嘅行家就啤住呢個基督徒老闆，喂，你誠實就你好啊，你而家係乜嘢啊？累咩啊？累街坊喎！我哋知道政府嗰啲稅務局係派人落嚟扮顧客喎，即係 check 下我哋係咪真係咁冇客人咯？發現間間都咁上下客人啫喎，點解你嗰間咁高盈利，我哋咁低盈利咧？於是好憎佢啊，就覺得你做乖仔咧就累我哋，於是冇人睬佢。咁但係過咗一段時間，慢慢啲行家東主咧就開始同佢笑下，打下招呼。點解會有咁嘅改變？因為當其他嘅東主都將兩盤數變翻一盤數之後，佢發現有一樣嘢，就係中國人所講。半夜敲門，點啊？也不驚。當你以前踩鋼線兩盤數嘅時候，你驚唔驚有一日政府踩到入嚟，發現你係做假數嘅時候，罰翻你過去咁多年，再乘一個罰款嗰個比例，你破產都得噶嘛？所以其實當你即係叫做做緊兩盤數嘅時候，其實你係提心吊膽嘅。但係今日因為俾佢累咗，我哋做翻一盤數。咁我瞓得好安樂咯，因為查咪查咯，我一盤數啫嘛，所以佢發覺賺少咗，但係心安理得。弟兄姊妹，聖經嘅真實就係咁樣，喜愛耶和華嘅律法，聖經係需要學習同埋實踐嘅。聖經係需要付代價學習同埋實踐嘅。一齊讀第三句。聖經是需要經年累月付代價學習和實踐的。咁你話牧師，你成日講到你唔使學啦，講笑啊！終身學習，我仍然都學緊。不過我唔一定係讀一啲系統嘅課程，我會有我自己自學嘅方法。上帝嘅話豐儉由人，你可以背3章16節就當收工。你亦都可以對上帝嘅話語有盡心嘅研讀，最重要嘅係能夠活喺你嘅生命裏邊。最後同大家分享呢張相同呢首詩曲，呢張相犀利啦！你睇落去有幾多個小朋友啦？你估？呢個呢係我母會70年代搬咗去一間座堂，咁佢有一條好長嘅斜樓梯嘅，咁啲人結婚影相好中意。咁呢個呢係70年代我母會喺何文田村旁邊，當時何文田村有8座樓，全部屋企都好多細路嘅，所以當時嘅社會亦都冇咁多社會服務，所以教會插起支旗話有暑期聖經班，啲家長都肯送佢嚟，400個小朋友。依家兒童聖經班揾4個都難。喺因為我小5返教會。教會喺我小6嘅時候就搬咗去呢度，就第一屆兒童聖經班，我讀咗1年，下一年我就做咗總務啦，即係升咗中學我就做大哥哥啦。喺呢個聖經班裏邊，我學咗一首歌仔，呢首歌仔叫《這寶貴的聖經》，原曲係一首英文歌叫 The Bible。你聽我唱一次之後，我會邀請大家一齊唱。
這寶貴的聖經是我所愛的書，我靠主話能站立穩固，我最愛這聖經。最難唱第三句，我靠主話能站立穩固，一齊跟我唱呢句先，預備起。我靠主話能站立穩固，能站立穩固啊咁啊，預備成首咯喎，嘿！這寶貴的聖經是我所愛的書，我靠主話能站立穩固，我最愛這聖經。嚟一次，這寶貴的聖經是我所愛的書，我靠主話能站立穩固，我最愛這聖經。我一齊祈禱，多謝主俾我哋今天早上透過詩篇第一篇提醒我哋要喜愛上帝嘅話，讓我哋喜愛聽、喜愛背、喜愛學、喜愛教，更加將上帝嘅話實踐喺我哋嘅生命裏邊。我哋祈禱奉主嘅名求，阿們。